陛下，储君乃国之根本，现如今2位皇子也都到了合适的年龄，还望陛下早立太子啊！是啊，陛下，早立储君，方可安定江山社稷。此事朕自会考虑，都退下吧。大皇子于叔宅心仁厚，却太过心软，以轻信他人。小皇子胡儿性格中倒不乏狠戾，但却缺少宽广的胸襟。罢了。蔡朝，臣在。随朕出宫走走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您这是又来看望公子车了？车儿是朕的庶子，却自幼痴傻，朕索性隐瞒了其身份，让他在宫外长大，这样远离了朝堂的纷纷扰扰。这或许是他的福分也说不定。陛下仁爱。你记住，一会儿千万别说漏嘴。诺。老爷请。你呀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被大运给撞了吗？我操！穿越了！我竟然穿越到了史上第1个大一统王朝，大炎，还成为了商人家的傻儿子。等等，也就是说，再过几年，始皇帝会挂掉，废物皇子会矫诏上位，天下就要大乱了。不行，我得提前做好准备。老爹，老爹，少爷。少爷，怎么了？老爷不在家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。哎呀，老爷。好，车儿。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和为父商量啊？这就是我的便宜老爹，看起来仪表堂堂，回头共举大计，让他当皇帝，我当太子，东宫里塞满美人，岂不美哉？哎呀，爹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事儿，天大的事儿啊！是想要什么新玩物了？还是再给你换个侍女啊？哎呀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哎，对了，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大炎就要亡了，到时候天下大乱啊！你我父子2人揭竿而起，你当皇帝老子，我当逍遥太子，如何？哎呀，老爷，少爷他年少痴傻，刚才那都是在胡说，还望老爷恕罪。车儿，你为何要这样说呢？哎呀，还不是那始皇帝干的好事儿，他简直就不像个男人啊！不，哎呀，少爷呀，你这还在糊涂呢，你就别乱说话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我不糊涂，我现在前所未有的清醒。你想啊，哪个正经男人能生养出这么个废物儿子来啊？始皇帝当年就应该把他弄墙上。大胆！吃啥？哎呀，爹呀，不吃不傻。你想啊，祖龙当年多么的英武霸气啊！扫六合，定天下，为天下百姓解离脱离战火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为后世文明奠定基础，堪称千古一帝呀！你说什么？始皇帝是千古一帝啊！对，哎呀，老爷，少爷先前那都是胡说八道，这句话那才是正经话。哎，先前可不是胡说啊，这大炎啊，确实要亡了。你说要是那始皇帝在的话，大秦自然无虞。可是要等到那皇帝陛下嘎嘣了呢？老爷，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啊，我求求你别再说了，行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这小破胆，咱自家人关起门来说话怕什么？你怕什么呀？难不成还被始皇帝听去了不成？
那倒是自然会有太子继位嘛。哎，你看，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关键的吗？始皇帝最大的错就是把那2个废物娃子给生下来。按理说，始皇帝这般人物，这俩儿子不应该那么废呀。会不会他其实是被绿了？放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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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，别出来！你瞎激动什么玩意儿？难不成你还真的相信那俩废物皇子能当好皇上？难道不是吗？拉倒吧，那于叔啊，说好听点，那是宅心仁厚；说实际点，那就是迂腐无能，只会空谈误国。哎呀，你竟然对太子还有所了解？少爷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胡儿可适合继位呀？我可是胡儿的老师啊！若是胡儿继位，那可是大大的好啊！他更不行，他呀不仅脾气大，还没有本事。他要是坐上皇位，那也是个无能暴君。连朝堂上那些大臣都不敢说完全摸清2位皇子的性子，彻儿竟能评价得一针见血。唉，但凡他俩有谁争气些，也不至于让朕如此烦恼太子之位呀。但是吧，胡二倒是有蔡超这个老东西帮着。等皇帝挂了，蔡超这个狗东西啊，会联合着丞相一起把胡二推上皇位。这个时候大研究，你说什么？小赵啊？谁？蔡超啊？哎呦喂，没想到啊，他竟然还有如此胆量！哎呀，爹，你是个商人，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于叔啊，他也是个废物啊！你说蔡超这老狗东西让他矫诏自杀，结果他还真信了啊！胆敢让皇子自裁！我，哎呀，没有老爷，我不，彻儿啊，你今天确实说了不少话，好好休息。不是，为父有些事情还要和蔡老板好好聊聊啊，好好聊聊。不是，爹，不是，你这就走了？我跟你说造反这事儿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当个正事儿办啊！少爷，这些话莫要再提了，这是掉脑袋的。我说那个齐伯呀，你说你怎么样，你才会造反啊？哎呦，我怎么样，我也不敢造反啊！不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手中卧粮满仓，富可敌国，手下还有那些忠心耿耿的大将军，这个陛下之位，你不想做做吗？啊？这，心动了不是？所以我说呀，光说没用，你还得行动。只要手中握粮，心中才能做到不慌不忙。切伯，拿笔和纸，小爷今天要画图纸。哎呀，少爷，拿，让庄子里的工匠照着我这图纸打造出来。少爷，此为何物啊？这能让耕地的效率提升数倍的东西。蔡超，臣在。你陪在朕身旁这么多年，朕倒是没想到啊，你还有如此胆量。陛下明鉴呐，臣绝不可能做出矫诏那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！公子车所言不可信呐。你作为胡二的老师，难道说不希望胡二继位吗？太子之位当由陛下定夺，臣万不可僭越呀。大爷以法治国，就算他将来可能犯下矫诏的大罪，朕现在也不能以未发生的事情治他的罪呀。带回去自己好生反省吧。但你要记住，
朕只要还活一天，这天下就还是朕的天下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，陛下春秋鼎盛，大言万事不坠呀！滚！是。此事最令朕惊讶的还是彻儿，他远离朝堂，却能将楚军之患看得如此清晰。难道说彻儿并非痴傻，反而聪慧无比？启禀陛下，治粟内史急报，今年气候不佳，粮食恐有欠收之虞呀。传于叔和虎儿前来。是。儿臣见过父皇。今年气候不佳，粮食或有欠收。你二人对此事怎么看呢？父皇，儿臣以为可以暂缓北方长城建设，投入更多人口于开垦种植之中。不过兴许天气有些变化罢了。儿臣以为应该让官吏督促百姓加紧耕种，减少休息便是。你二人退下吧。朕这两个儿子还是太稚嫩，不知彻儿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朕都是在想些什么呀？彻儿自幼没有良师教导，又从未接触过治国安邦之术，如何能解决这困扰天下的问题？少爷啊，这就是你所说的能让耕种效率提升数倍的东西？不错，正是此物。怎么，你不信啊？这，彻儿，哎，哎呦，爹，您来的正好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哦，这是何物啊？哎，这是我命工匠连夜打造的玩意儿，可好用了。啊！命工匠费时费料就打造出这么个玩物。先前还觉得彻儿聪慧，如今看来依旧是个贪玩的稚子。哎，那个少爷，这似乎是用来耕种的农具啊。哎，还是蔡掌柜有眼光啊！哪里？爹呀，你呀，你得好好跟人学学。好啊。可不敢，在下是蒙的。哎，儿子啊，这农具有何作用啊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好，少爷，这种犁竟然只需要1人1牛便可耕种。不错，这就是屈原犁啊！正常耕种需2牛抬杠，1人牵牛，1人踏犁，1人扶把，至少2牛3伏才可进行。少爷，这屈原犁不但大大节省了人力，耕种速度也快了2、3倍。哎，老爷啊，这屈原犁若是推广开来，那对咱大言可是意义非凡呐。兴许今年粮食可能欠收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呀。彻儿啊，哎，这个东西是你想出来的？那是自然。粮食欠收的问题，于叔和胡儿都拿不出解决的办法，可彻儿这发明却是实打实的，能解决问题，可谓功在千秋啊！哎呀，彻儿啊，你的这个发明，为父代表天下百姓感谢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啊！你说你一个商人，你代表什么天下呀？你配吗你？
哎呀，爹啊，现在才是咱们造反大业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得搞钱。等等，彻儿，先把这个东西的图纸拿出来，让为父看看。来，看看。屈原里这么好的东西，得尽快推广开来，越快越好。爹，我有一篮子的商业计划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这儿，为父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去处理，回头让齐伯支些钱，你自己折腾去吧。啊！少爷告辞啊！终究还得靠自己。但盐铁等巨力皆在官家，此刻去碰，无非就是找死。得先搞个东西去吧，打通权贵的路子，才能去碰那些大生意。齐伯，拿笔和墨来。嚼起来！少爷，嗯，您这是弄的什么东西啊？又是草木灰，又是油的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哎，记住了，要用牛油和羊油，千万不可用猪油啊！回头啊，再采些花回来，要不同品种的，还有香味大的，把它晒干了，碾碎了，加进去。这东西真能赚钱？齐伯，你呀，多找俩收账的吧，回头啊，我怕你这账啊记不过来。少爷，少爷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城里的兰桂坊是京城最昂贵的胭脂铺子，里面出入的都是权贵家的夫人和千金小姐们呢。好，我们就去那里。齐伯啊，拿个小样给我。少爷，走，随本少爷出发。齐伯，我交代的事情你要记得办哦。知道了。走。真是的，这少爷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奇思妙想。这样搞下去，账房要不要多招不知道，这工匠真的是要多招些喽。你看这个多沉！哇，你试试看。哇，你戴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多好看！漂亮，这个好看。对，这个两款都挺好看的。你喜欢哪个？怎么有男的呀？真臭。你们先看。哎，这位小爷，你走错地方了吧？来我们这儿的那都是有身份的夫人小姐们，你这……嘿呦，掌柜的，如果说你现在要赶我走的话，就怕一会儿啊，你不仅得哭着，你还得跪着求我留下来呢。哎呀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我们这儿卖的呀，那都是女人的玩意儿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赶紧走走走！要是冲撞了我们里边的贵人，你可担待不起。好香啊！真香啊！好香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比这铺子里什
什么都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香啊？还这么温润？可惜了啊！看来掌柜的不想跟我们做这单生意，我们只好去找另一家喽。哎呀，公子，别走啊！咱们里边谈啊，里边谈。里边请，请坐。这位小哥，你手上这个香块块是什么呀？怎么个价呀？哈哈，这个东西啊，叫琼脂凝香诀，不贵啊，也就10两。10两？我这铺子里最贵的胭脂也才卖20两钱。哦，不愿意啊，那就算了。一支最好的香囊也不过1-2两。常用的甚至几株、10几株，这一块香块就要10两钱。你是当我兰桂坊是冤大头不成？哦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们兰桂坊的东家孟小姐。少爷是孟家的千金，大研北军大将军孟博的女儿，大研上卿孟坚的侄女。不错，是我。所以你打算把这一个小香块卖我10两？正想搭上权贵呢，这一下钓到这么大一条鱼。哈哈，孟小姐，我这可不是像香囊一样只会发出香味的东西。掌柜的，劳驾，大盆水。小蝶，展示一下。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当当当当！啊，这竟然能洗得如此干净！不仅如此，这洗完之后啊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幽香。大研这个时候，人们连洗都很难洗干净，更别说洗完还香香的了。没有女人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。孟小姐，怎么样？我这琼脂凝香诀可值10两？是我冒失了，还未请教公子的姓名。本公子姓秦，名彻。孟小姐若对这生意有兴趣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。秦公子，这琼脂凝香诀虽好，但也不至于10两一块吧？哦，那孟小姐以为什么价格合适？5两，我觉得很公道。那不行，这全大研可就只有我能做出来。那就7两。这全大研啊，也就我兰桂坊能售卖此物。秦公子要搞清楚，是此物需要我兰桂坊来销售，而不是我兰桂坊需要此物。孟小姐果然厉害，7两便7两。不过你们兰桂坊得自己过来取货，而且还得你孟小姐亲自来，给别人我不放心。这没问题。好，那这个就当做见面礼了。我在家等着孟小姐，告辞。东家，
这真是好东西，好宝贝啊！这香味儿，这手感，还能将身上的污秽洗得如此干净。如果能用这个东西沐浴，真不敢想这身上得多干净多香啊，比那些夫人小姐还香呢。真是个好东西。那秦公子当真是个妙人，竟然能发明出这种神奇的东西。可惜啊，做生意还是稚嫩了些。是此物需要我们兰桂坊来销售，而不是我兰桂坊需要此物。这个孟小姐好身高，少爷，你怎么不再坚持一下呀？哼，就是让他自己觉得是他赢了，这样才容易让他上钩。我懂了，少爷，你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赚钱。哟呵，小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你是为了勾搭孟小姐，你想把她骗回去当夫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本公子那是为了能跟权贵建立合作关系，这样以后啊才好做大生意。哦，不过孟小姐这般模样，要是真的许配给本公子的话，嘿，倒也蛮不错的。干活都麻利点啊，别笨手笨脚的。说的就是你，别给我提拨。各种小样做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少爷，幸亏这田里都用了那个屈原梨，不然这么多人手都不够满足您那么多奇思妙想的。哎呀，这加班加点就弄出了这些。哇，少爷还有这么多东西，明天孟小姐要是看到了，我的眼珠子都瞪掉下来。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！哎，这一大早静儿人呢？静儿一早便出城去了。什么？出城去了？他出城做什么？带了多少人？他说是出城做生意的，不用带人了，就自己去了。胡闹！大哥在北京戍边，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宝贝闺女。他要少根头发，大哥回来能把我活撕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静儿。来人，备马，召集卫兵。哎呦，爹来了！蔡掌柜，你看，这儿多懂事儿，都知道给为父备茶了。不是给你的啊，不是为父。还有谁要来此啊？我的生意伙伴。哦，生意伙伴。人家的来头啊，我怕说出来吓死你。哦，你呀，这以后可不能再妄自菲薄了啊！别觉得自己是个商人就低人一等。你儿子我呀，也是间接的给你攀上高枝儿了。那为父倒要看看是多高的高枝儿。这公子彻还不知道，他爹可是这天下最高的高枝儿了呀。没想到秦公子住在这种地方，连套城里的宅子都买不起吗？住这种郊外地方，无妨，我只是跟他做这一笔生意而已。第一次我亲自来一趟，往后便不必了。哎呦，请来，请坐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家父，这位是北军大将军的千金，大言的上卿的侄女孟静，孟小姐。原来是孟博的女儿，
难怪眉眼之间有几分眼熟，这才几天啊，都已经跟他做上生意了。哎呀，爹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得把茶杯递给孟小姐啊！你懂不懂待客之道啊？别，老爷，我来。孟小姐啊，请。伯父好。好。不知我家彻儿和孟小姐做的是多大的生意啊？不得，就7、8千两。这么多？虽说经商是小道，但彻儿能在这么2天时间就和孟家女儿做上几千两的生意，也属实不易了。这公子彻竟然还是个经商奇才，互惠互利罢了。齐伯，你看，我就说孟小姐看到这些，眼睛都得瞪掉下来吧？是，咱家少爷研究女人这玩意儿就是厉害。秦公子，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你做的吗？孟小姐原来是在说这些呀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呀是兰香润肤膏。传统的润肤膏含铅用酒伤肤，我这里面不含铅，更水润，还有淡淡的清香。当然，你们兰桂坊肯定不需要这个喽。还有这个是蔷薇花露，可谓肌肤保湿，还可熏衣，可以点唇。当然，兰桂坊自然也不需要这个。还有这个蜜蜡唇脂，色彩自然明亮，还可以滋润嘴唇，不沾手更持久。兰桂坊肯定也不需要这个喽。你看，还有这个。可以了，秦公子。怎么了，孟小姐？是身体不舒服啊？秦公子，这些东西也可授予我兰桂坊吗？孟小姐这是在开玩笑了不是？这些东西哪配得上你兰桂坊呢？我哪知道你还有这么多好东西，开间铺子足以压倒兰桂坊。你这个坏蛋，昨天怎么不早说？抱歉，秦公子，昨日是我言语不当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呢。我说，抱歉，昨日我不该那么说话，还请秦公子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就对了吗？来，那咱们坐下来，好好的谈生意。这小子竟然有几分拿捏人心的本事。秦公子，这些东西包括那琼脂凝香诀，你重新开个价吧。好，这些东西我可以全交由你们兰桂坊来售卖啊。至于你们怎么售卖多少，我都不过问。那秦公子想要什么啊？孟小姐应该不止兰桂坊这一处产业吧？我想咱们这么有缘，不如深度的全方位合作一下。什么？你还想参与其他产业？这可不只关系我一人，还要关系到孟家。原来如此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个敲门砖。彻儿是想和孟家这样的权贵合作，不过
他能做多大的生意，还能拉上孟家？我要做的生意是关乎到整个大研，整个天下，下到田间农夫，上到100万大军，人人都需要。不知道这么大的生意，够不够和孟家合作？竟敢说关系到整个大研，整个天下，难不成是比那屈原礼还要了不起的发明？再说了，能和孟小姐合作，在我心头那也是重中之重啊。在这茫茫人海当中，我俩能相遇，那也是一种缘分，匪浅呐。朕在想什么？这小子怕不会只是单纯贪图孟家女儿的美色吧？不过孟婆的女儿给朕的儿子做妃子，倒也勉强说得过去。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突然有一队兵马把咱们庄子给围了。撤！大胆小贼，拿命来！完了！怎么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兵马？孟家这家伙竟然亲自来了，这是多宝贝他的侄女，这下完了，陛下这不暴露了吗？没事儿。爹，你是不是把咱们造反的事情给说出去了？我？哎呀，快走！你不是扬言要造反吗？眼下这种局面，你要如何应对啊？那些人看起来只不过也就是府上的一些卫兵，你如果连这都应对不了的话，那大研数10万精锐大军，你就更没办法应对了。这下知道了吧？想在朕的大研造反，根本就天方夜谭。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学如何安邦治国吧。莫慌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咱们从地道逃走，来日方长。什么？你还挖了地道？废话，咱们都要当造反的人了，这点安全意识还没有吗？哎呀，来，爹，你先。什么？你竟然让为父钻狗洞！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分什么狗洞不狗洞的？你放心，将来当了皇帝，没人敢提这茬啊！再说，祖龙当年还被人家撵着跑呢，你看有人提起过吗？哎呀，快点！狗都不钻！你小贼，拿命来！小贼，拿命来！叔父，你这是误会了，我们在谈生意。谈什么生意？需要勾肩搭背的？我看你是被奸人给骗了。叔父，完了，在劫难逃了！哎呀，你这个不顶事的爹呀，你就给你儿子拖后腿呀你！小子，你的命我要定了，天王老子也留不住！我说的，是他，我举报，全都是他的主意。陛下，完了！陛下，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这位大人，怕不是认错人了吧？你个，我这玉佩就是个仿品，并非陛下御赐之物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愿暴露身份？是我情急之下看错了。这绝非是陛下御赐的那块。
吓死我了！刚刚那个少年叫陛下什么？爹，这是陛下的皇旨啊！哎，这怎么没见过呢？私生子，完了！刚刚我是不是说这小子的命我要定了来着？原来是把爹身上的玉佩当成了始皇帝的御赐之物啊！叔父，你误会了，我确实与这位秦公子在谈生意。谈，一定谈，好好谈，必须得谈成啊！哎，哎呦，还好是孟坚啊，反应快。万一是孟博那个莽夫回来，怕是没那么好收场了呀。那个孟大人，那咱就别在这柴房待着了，不如出去谈如何？好好好，出去，毕竟谈生意重要啊！哟，爹，可以啊，还能搞到高仿的皇帝御赐之物，有些手段啊。那是，为父在京城经营多年，朝中多少也有几分人脉的。你早说呀！你不早说我就不用费劲巴拉攀孟家的关系了。走。叔父，您站着做什么？您贵为堂堂大言上卿，朝堂上地位最高的官职之一，站在一旁会让其他人不自在。太好了，叔父一来，一会儿在谈生意时，我就能多占据一些主动权了。我的宝贝侄女儿啊，现在最不自在的就是你叔父了。孟大人，还是坐下吧。哎，好。秦公子，正好我叔父来了，那么咱们就索性的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关于你的要求。答应，全答应。叔父，我观这位秦公子龙章凤姿，气宇轩昂，眉目之间透着一股英秀之气，一看就绝非凡人。秦公子想做的一定是好生意、大生意，我孟家必须全力支持。哎呀，叔父，你这哪有你这么谈生意的？哎呀，孟大人，你真是的，刚见面就说什么大实话呀！我以为呀，我和孟小姐是有缘，没想到和孟大人更是一见如故啊！我家今儿能认识秦公子，是他的福分啊！就是不知道秦公子要做什么生意啊？炼铁。秦公子，私下冶炼生铁，那可是违反大言律法的重罪。哎呀，即便你拉上孟家，也不敢做此等逾矩之事。这炼铁确实是事关民生军事的大生意，可是这生铁冶炼，陛下向来管得严，就连朝中二位皇子都不许去碰这个。此时这位公子提出来，是陛下的意思？这陛下也不给个暗示啊，这我该怎么接呀？我要炼的可不是大盐的那种生铁，不是生铁就好。快铁本就可以民间冶炼，质量低劣，只能做些农具家具。想做这生意倒是无妨。好说好说，公子需要我孟家如何配合？哎呀，我这虽说呀炼的不是生铁，但是啊，孟大人你也知道，大盐对于此事还是比较敏感的。若是没有任何背景的话，怕是不太好推进呢。简单，待到公子售卖之时，我孟家大可为公子背书。哎呀，孟大人大义呀！有孟家背书，一定顺利，到时候利润五五分账。秦公子，我孟家冒此风险，5成，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，绝对不合适。19分，必须19分。叔父，9成，太过分了吧？我孟家只要1成，1成。给多罗给你急啊！哎呀，孟大人，你真的是大义大义啊！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好，在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就带静儿先走了。秦公子，后续有任何需要，直接找静儿就好。哎呀，告辞。哎呀，走了。孟大人，慢走啊！哎呀，这孟家兄弟不愧都是肱骨之臣呐，
就是讲道理。嘿嘿呀，好了，这儿，那为父便先走了。你和孟家大上线有些人情世故，为父也要去打点一下。哎呦，爹都知道给儿分忧了，儿很欣慰呀。这茶不错。哎呀，齐伯，来了。哎，少爷，先前我让工匠搭的那个炉子和风箱怎么样了？少爷，现在已经可以开炉炼铁了啊，但是那炉子看上去奇奇怪怪的，从来没见过用那种炉子炼块铁呀。谁说我要炼块铁了？那种低质量铁只配打农具啥的，我炼那玩意儿干啥？本少爷炼的可不是一般的铁，特殊的铁，那叫什么？手铁，或者可以叫钢。嘿嘿嘿，哎呀，陛下，今日真的是好险呐！没想到牵扯到那宝贝侄女，就连孟坚这般沉稳性子，今日都如此的莽撞了啊！孟家世代武将又都是儿子，好不容易出了孟静这么个女儿，可不宝贝的不得了吗？哎，说起来，陛下今日为何不与那公子彻摊牌呀？公子彻如此聪慧，不如早些带回京中，也好为陛下分忧啊。还不是时候啊！这臭小子虽然聪慧，懂得拿捏人心，借势发挥，可朝堂之上哪有这么简单啊？况且他从未学过治国理政之术，还是嫩了些。还是陛下高瞻远瞩啊！看来是时候该为他寻一位良师了。你觉得李廷成如何？啊？不是，全凭陛下定夺。李廷成可是大燕丞相，公子彻如今和孟家建立了关系，陛下又让李廷成给他当老师，陛下不会是想培养公子彻为太子吧？叔父，你今天究竟怎么回事？为何对那秦彻这般优待？静儿啊，你跟叔父说说，你觉得那位秦公子怎么样？叔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无权无势的商贾之子，却能让静儿主动去那城郊与他谈生意，还懂得借我孟家之事，足见其本事。再说脉象也不错，算得上仪表堂堂。再说静儿，你这岁数也不小了。叔父，你莫要胡说。杏儿虽然不在乎未来夫君是何出身，但一定得是对大言、对百姓是有用之人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夫君早上怒气冲冲的出门，我还担心要出什么事，怎么一回来提起静儿的事情了？此话我说与你听，你切莫告知任何人。静儿今日谈生意的对象，乃是陛下养在宫外的龙子。什么？小声点。依我看啊，这陛下对这位皇子怕是还颇为上心呢。如今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都在猜测，陛下对宫中的2位皇子都有些不满，所以……那难道说，陛下是想……慎言啊，此事最终还是要看陛下的意思。那怎么才能知道陛下的意思呢？我毕竟是个文臣，而大哥那可是实实在在手握30万兵权呀。如果有一天陛下有意让大哥也与他亲近的话，启禀陛下，那屈原梨已经开始大批量制造，不日便将在全大燕推广。陛下此举真是利国利民，功在千秋啊！要尽快，尤其是今年气候不佳，要让百姓多多开垦，以提高产量。启奏陛下，孟博将军从北方来函，匈奴近日不太安分，在边境已经发生了多次摩擦，将士们的兵刃盔甲皆有不小损耗，军械有些告急。传令，铁骑优先攻击北军，
若生铁不足，便从民间收购块铁。陛下，四处建屋修缮，农田开垦，亦需要大量铁器呀。尤其是这屈原里普及之后，可开垦的田地更多，所需的农具也更多呀。优先保证前线，至于民间若用铁不足，倒是在意。好了，若无其他要事，退朝。是。李廷成、蔡超，你二人留下。陛下，你二人随朕出宫。是。陛下这是真的想让李廷成当公子车的老师啊？梦见李廷成、文臣两大头头，陛下都有意无意的让他们与公子车绑定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哇，少爷好棒，少爷好帅，少爷好厉害！女人不要沉迷于本少爷的英姿，小心无法自拔。少爷讨厌。少爷，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叫什么手铁啊？不错，这手铁真比那生铁厉害，胜过许多，而且成本更低，产量更高。又在折腾什么呢？啊！嘿嘿，爹，你来了。啊，哎，这位是？这是为父的朋友，你叫李叔便是。你不是要干大事吗？不得多找几个信得过的帮手啊！这位公子的样貌与陛下有6、7分相似，还叫陛下爹，难道是陛下养在宫外的私生子？哎，对，需要帮手吗？李叔啊，这李叔看起来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呀，对我们造反大业一定大有注意。公子过誉。造反？小点声，生怕别人听不到啊。来，这边坐。陛下的私生子要带陛下造反，这，陛下在打什么主意啊？老爷，这儿你和孟家炼铁的生意怎么样了？炼铁的生意和孟家？陛下难道偷偷放任私生子在宫外做生铁生意，还让孟家从旁相助？这可有违大严律法呀！陛下怎么会做这种事儿？啊，还不错啊，摸索了一段时间，也就废了一点矿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已经步入正轨了，马上就要开始扩大规模。虽然说是块铁，但确实是民生所需，规模扩大一些也无妨啊。原来只是块铁。如今北疆战事缺铁，百姓开垦也缺铁，多炼些块铁，倒确实是好事。啊，块铁？我炼那破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你是？北疆，但是也不是生铁。那是何物？看看，这就是我要炼的手铁。手铁？敢问公子，这与生铁何异呀？哎呦，那你们可要看好喽。启博，哎呀，在块铁打造的农具上留下那么深的伤痕，自身却完好无损，依旧锋利。寻常生铁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啊！若是我大严军队装备此等兵刃，必将所向无敌呀！这又是少爷的新发明？不错，我调整了工艺，得到了这手铁。爹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！要卖开了，这得赚多少钱呢？赚钱，这是赚钱的事情啊！若是孟博将军手中有着熟铁打造的兵刃盔甲，匈奴哪还敢越雷池半步，甚至可能完全改变大严的军事格局啊！
好啊！此剑一出，天下百兵皆黯淡无光，我大言铁甲将锐不可当啊！敢问公子，此手帖叫生帖，成本如何？哎呀，即便成本贵上10倍也无妨。哎，本公子才没有那么傻呢。按照我的工艺，这个成本是传统生帖的1半左右，而且效率还提高了1倍呢。你的意思是，比生帖还要好的熟帖成本更低，产量还更大。也就是说，我北方军队缺铁的问题将不复存在，而且战力还将大大提升呢。秦老爷、秦公子，孟坚前来拜访。哎呀，孟大爷，你说来就来嘛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上次前来是我莽撞了，这次是来赔礼道歉的。孟大人还是那么讲究，来，请。好，那行吧。陛下这次连李丞相都带来了，足见其对这位公子车的重视。哎呀，孟小姐，几日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我想你做甚？叔父不知中了什么邪，为何要如此看重这个小子，非要拉着我来？我承认他有些才华，也挺好看的，但比之那种能发明出屈原离的青年才俊，还是差了许多。什么？你说秦公子发明的这熟帖，印度韧性都强过生帖许多，成本还只有生帖1半，这可是改变大燕天下格局的大好事啊，是天下百姓之幸啊！静儿，你看，秦公子要做的是比生帖还强、成本更低、产量更大的熟帖，这何止是生意，这是关乎国运的大事啊！若你爹的北军将士能配上如此兵刃，匈奴何足惧哉？这炼制熟铁的制法，当真是你发明的？不然呢？畅儿，你不妨带上孟小姐去你炼制熟铁的地方看一看。那行，你们先坐着。哎，孟大人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呀？哎，不了，你们年轻人去就好。孟小姐。孟小姐，你看看这阵势，看我新改良的锅炉。我跟你说，传统的平底地锅呀，那都是皮囊鼓风，出铁太慢了。于是我改进了风道与炉铁结构，温度更高，更省燃料。这竟然真是他创造的吗？原来他不只是懂些脂粉，更能创造出国之利器。难怪叔父这般看重这熟铁，对我大燕的意义的确不亚于屈原离啊！怎么了，孟小姐？这么盯着我的绝世容颜看，小心你会深深的爱上我哟！这混蛋才华了得，可太不正经了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公子车有如此才华，乃是陛下的鸿福，天佑我大燕啊！孟大人，您可能有所不知啊，那屈原离也是公子车所创。什么？陛下所提到的青年才俊，居然是公子车？真是天人将士，兴我大燕！太好了！只是陛下为何不把公子车接回宫中，以辅朝政呢？朕这车儿自幼患病，朕担心朝堂中的纷扰惊扰了他，所以打小就把他送到宫外抚养。如今虽是病患已除，可他自幼却从未接触过治国理政之策，所以现在接回宫中为时尚早。李廷成，臣在。你看朕这儿子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，做你的弟子啊？
陛下，公子彻才华卓绝，臣惶恐怕难担此重任呐。无妨，发明创造上他才华卓绝，可是治国理政之术，他却从未接触过。朕让你教他的是大言如何依法治国，如何掌控着天下。如此，臣定不辱使命。好啊！这下好了，李廷成做老师，孟建做合作伙伴，回头再把孟博的闺女拿下，这公子彻将来想不当太子都不行了呀！这怎么都站着呢？这儿啊，为父已经和孟大人商量好了，这蜀铁的冶炼，他会为你提供资金和场地，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大规模。哎呀，不错，秦公子有任何需求，只管开口。就是不知道秦公子这蜀铁定价几何呀？与快铁一般价格便好了。为何定价这么低呀？这价格即便比生铁再贵上几成，也不愁卖呀！哎呀，爹，你这突然之间，你格局咋变小了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干大事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啊！赚钱只不过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罢了。少爷宅心仁厚，心系天下百姓，此为百姓之福啊！他心中竟然真是这么想吗？这蜀铁分明可让他富可敌国，他却……看来他这人虽然不正经了些，但却有颗爱国为民的心。爹，我算过了，就算只卖这个价格，也足以卖上足够的钱。再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最重要的是得民心嘛。对吧？你看将来我们起事的时候，我们手臂一挥，后面多少人跟着响应，你说是吧？这个滑头。好，这事儿便这般定了。这儿，今后这位李叔便是你的老师，他会教你大言法度和治国理财之策。那好好的，你给我找老师干什么？臭小子，你不是要造反吗？等造反成功，你总该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吧？这个我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好跟李叔学。公子彻幼年失教，根基薄弱，本相得从最基础的教起。人无完人，他在发明上已是天纵奇才，学习不足可以慢慢弥补，本相当耐心些才是。公子以为，除去兵精甲力之外，我大言如何能治天下？书同文，车同轨，才能形成统一的度衡量国家。不错。那公子又认为，如何才能做到这些？靠严苛的律法呗。当朝丞相李廷成，那就是法家之人，信奉执法才能治国。不得不说，他对大言的大一统有很大的功劳啊！哪怕再过几千年，也算得上一号人物。不错不错，至少在这个基础问题上，公子彻的认知很清楚，不枉本相呕心沥血呀。哎呀，可惜了啊！他这个人啊，太一根筋了。他抱着他那种严刑峻法，死活都不放啊！最后大言天下大乱，他也有很大的责任。从这个角度来说呀，堪称罪人。公子不可胡说，治国之道就在严刑峻法，轻罪重罚才能警示所有人，才能令天下安稳。如何会成为罪人？那你看啊，如果说你和一群人被征为士卒，要求3个月之内必须赶到边疆戍边，但如果你们没有按时达到，会怎样？按大严律法，
失期当斩。那再如果说你们在路上遇到了大雨滂沱，道路淹没，桥梁冲毁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按时赶到了，这个时候你们又该如何？这失期当斩。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想到，反正都是一死，不如造个反试试，万一成功了呢？对吧？同样，因为不可抗力失期，只是做些适当的惩戒，你们又会如何选择呢？我们会继续前往目的地，毕竟造反是死罪，而失期只是惩戒啊。这很简单吗？同样的一个问题之下，李廷成那套严法对大言就是不安定的因素。如果只是简单做个处罚，则就完全避免了这一点。所以说，李廷成他错了。陛下，公子车的熟铁冶炼正全力推进，估计3个月内产量便可达到大冶炼铁产量的1成。首批熟铁已经送往北军，孟博将军赞不绝口。最近跟匈奴交锋，连战连捷。不错，孟家所有投入倒是都由国库来出，继续加大力度。陛下，公子彻实乃天纵之才呀！现如今也有李丞相亲自教导，不日定会成为陛下得力的助手啊！李廷成才学渊博，对大研各项制度的设计与推行都参与很深，相信有他的教导，彻儿一定能学到很多。彻儿啊彻儿，待李廷成教导你后，你便明白，大研一统天下，靠的绝非仅是兵家之力。到时候，你那所谓造反的念头，自会烟消云散。蔡超，臣在。朕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你替朕去看看，彻儿跟着李廷成学的到底怎么样了？是。富国强兵，守在重农抑商，商贾不是生产，四处流动倒卖，只会扰乱民心。哎呀，你说这要是没有商贾，这商品怎么流通啊？若是粮食南方欠收，北方丰收，难道只靠朝廷调运吗？多浪费时间和成本呢！这商贾把粮食运走，只会拉高粮价，赚取利益。哎，这才是朝堂应该管控的地方啊！若是朝堂把粮食的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，而不是一棍子把商贾给他抡死，这样既解决了成本，又能节省调取粮食的时间。那愚民一区，由官吏来引导百姓，百姓只需安心生产劳作，那便可思想统一，这总没错吧？错的离谱！垄断知识最终只会造成阶级固化，各级官职会变成那些世家权贵的夺取利益的工具。谁会管黎民百姓啊？谁会管黎民百姓的死活呀？少爷，李先生，我来看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！哎呦，你们这聊得好好的，怎么还吵起来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李叔这些天天天找我讨论讨论，结果说着说着，他还先急眼了。这李丞相博古通今，天文地理无所不晓，竟然会被公子彻这般少年气得说不出话。秦公子啊，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，带老夫回去啊，回去再。慢点儿！哎，少爷您先待着，我先送他回去啊。哎呀，该说不说。这李叔啊，肚子里墨水不少，就是太一根筋了。我若是把他的思想给扭过来的话，对我造反大业那也是一大注意呀。不能放弃这个学生。哎呀，李丞相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陛下让你好好的教导公子彻，
这叫着怎么还急眼了呢？哎呀，本校自负也是饱读经典，也教过许多学生，有聪明伶俐的，也有冥顽不灵的。可这公子彻，却是第一个让本相感到哑口无言的呀！公子彻这些思想，乍听之下简直离经叛道，可细细想来，却又不无道理。或许我大言的律法，真的应该好好再斟酌斟酌。不行，明日还得去向公子请教。竟把李丞相气得无言，可惜了，公子彻的聪明才智，终究不在这治国之术上。只是，我该怎么跟陛下说呢？参见陛下。彻儿跟着李廷成学的怎么样了？这个无妨，直说便是。是陛下。臣到庄子时，正好看见李丞相被公子彻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什么？陛下明鉴啊，臣可不敢妄言啊！而且李丞相也亲口跟臣说了，说公子彻是第一个令他哑口无言的学生啊。即便是当初教导胡二时，李廷成也从未有如此不堪的评价呀。陛下，公子彻有这2项发明，已经是天纵之才，名垂青史了。嘿嘿，其他方面不是那么精通，也无可厚非呀。彻儿终究只是凡人，是朕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。罢了，待得空，朕亲自去看看他。若真不行，便让李廷成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。怎么样，李叔，可有所参悟了？我似有所悟啊。不错呀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见过所有大言人当中，你的悟性算为上佳的了。公子彻竟如此高瞻远瞩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打小闹，而是站在极高处，以大格局统筹整个大研。这份眼光之长远，怕是陛下都逊色3分呢。哎呀，李叔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公子学识之渊博，目光之长远，令我叹服。这几日与公子论道，受益良多，胜过苦读10年，让我豁然开朗。我愿称公子一声老师。哎呀，李叔，你看看你，什么老师不老师的？啊！哎呀，李叔，你看看你，什么老师不老师的呀？你是要跟我父子共谋大业的伙伴，搞那么客气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等大业成了以后，你就是现在当今的丞相。啊，这李丞相怎么唤公子为老师了？这李廷成是被气昏了头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老爷，我可得跟你好好说说公子他这几日。不必说了，此事蔡掌柜已经跟我说过了。老李啊，这几日教导我这不成器的儿子，真是辛苦你了啊！哎呦，老爷，您误会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公子是我见过学识最渊博、眼光最长远、
对百姓民生最有见解的人物啊。老李啊，你可没有应付我啊！哎呀，老爷，我怎么会应付您呢？你让我来教导公子，可这几日啊，都是公子在教导我。哎呀，所以啊，我心甘情愿叫公子一声老师。原来你跟我说的哑口无言是这个意思啊？没错啊。公子的学识实在令我叹服，论治国之才，公子在我之上。这大研运转的整体框架必是李相所规划，如今他竟然承认自己的治国之术不如公子彻。我儿真有治国之才，千真万确。公子之才能敌50万大军和20个丞相。好，好啊！我儿真是有天子之子啊！哎，爹，你是不是下定决心要造反呀？这儿，为父还是有一事不解啊。哦，何事不解？就算你觉得皇子不堪重用，皇帝100年之后天下会大乱，可这也是许久之后的事了呀。你为什么非要执着于现在，谋划策反呢？哎呀，酒什么酒啊？那始皇帝啊，没几年好活了都。哎呦，不，少爷这话不能乱说啊！是啊，公子有所不知，前几日有位仙师入朝炼制仙丹上供，陛下必然长寿啊！啊，是吗？那是大好事啊！天大的好事儿！对，好事儿，大好事儿！哎，只要他一开始嗑药，那他就离死不远了。他这么一死啊，咱们不就能起事了吗？这是大好事儿啊！这可不是好事吗？照你的意思，这仙丹有毒？哎呀，多新鲜呀！什么丹砂了、水银了，我问你们，哪个不是剧毒啊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皇帝若是不吃这所谓的仙丹，倒能活得更久了。哎，肯定啊！你想啊，他一世的英名，却在这个事情上跟个大傻子似的，嘿，晚节不保呀！哎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他聪明一世，他为什么就不找一个身边的人去试试这个丹药呢？哎，就比如那个蔡超那个老狗，就拿他试药嘛，就算毒死了，那也是省祸害呀！不，少爷不能这样啊！我说你们这怎么都紧张兮兮的？那刚才蔡掌柜不都说了吗？那是好事儿啊！不，我没有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这儿啊，就算是皇帝不在了，可大燕的10万精锐还在呀。即便是皇子再不济，可他手中握有军权啊！你凭什么反呢？哎呦，你真不愧是我亲爹呀！你这说话果然一针见血啊！哟，这个就是我下一步的计划。计划？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们啊，做天下需要什么？民心、军心。得民心的办法，我自然有很多，但是得军心的话，我只能上阵杀敌，去立功了。公子是说你要进入军队？李叔，还就属你最聪明。我跟你说，这丞相之位非你莫属啊！你这是要入伍啊？哎呀，老爹，这话说的，我总不能让你老胳膊老腿上去吧？你就放心啊，我到了军队，立了军功，皇帝那一嘎嘣，那整个军队不都是咱们的了吗？这似乎不错啊，毕竟车儿再有才能，在朝中无势力支持，若是能在军中建立威望，以后立其为储君便方便不少。行吧，那为父就去走动走动，看能否把你安排入军中。不错，不错，老爹你呀，总算是上了点心了啊！不枉为我呀，这么提携你。
臭小子，等着办。少爷，那您这样，我们先走了。老爷慢点。等回宫后，给那位仙师安排个僻静的地方，让他专心炼丹，炼出来的丹让他自己先吃。诺。将彻儿送去孟博的北军，从5掌做起。陛下，北军是正面迎击匈奴的部队，最为凶险。朕的儿子要想做这天下，就得经得起这番磨练。朕倒想看看，他在军中又能表现如何。陛下之前分明是考虑将长公子于叔送去北军的，这下是摆明了想培养公子彻继位了呀。这些时日，陛下和老师似乎时常出宫，不知是去了哪里。学生见过老师。哎呦，原来是殿下呀！臣见过殿下。不是老师和父皇还有李丞相出宫做什么？这个，没什么，就是陪陛下出宫走走罢了。哦，父皇这是去体察民情了吗？那我也得赶紧表现呐。这样说来，我作为皇子也应该出宫走走。哎，不如明日老师陪我一同出宫走走如何？蠢货，陛下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吗？哎，我当初怎么答应当你的老师了呢？哎呀，殿下实在不巧，明日臣还有重要的事要办，无暇陪殿下出宫，还望殿下恕罪臣先告退了啊！怎么最近老师似乎对我疏远了很多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既然父皇时常出宫走走，那我也出宫走走，这总该没错吧？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这才过了多久啊？熟铁冶炼已经变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。更重要的是，百姓也开始称赞。叔父告诉我，就连那屈原离竟然也是那家伙发明的。他倒当真是个利国利民的青年才俊，生的皮囊也不错，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正经。大胆！何人赶来孟家马车？车上可是孟家小姐。小姐，您认识啊？胡二殿下，小女见过胡二殿下。本公子微服出行，无需多礼。早年间拜访孟大将军时，曾与孟小姐有过一面之缘，想不到孟小姐还记得本公子啊。想不到几年过去，孟家的小丫头竟然出落得如此美貌。若是将她纳为妃子，岂不是可以得到孟家的支持？孟博在北疆可是手握30万大军呢。孟小姐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回殿下，家中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要出城一趟。哦，出城？那正好，本公子左右无事，便与孟小姐同行吧。是啊，好吧。启禀陛下，公子彻前往北军任职的各类文书已准备妥当，随时可以出发就任。陛下，根据这几日家兄传回来的军情，匈奴似乎不肯罢休，虽然吃了几场败仗，还是蠢蠢欲动。今年气候异常，水草不丰，匈奴缺衣少粮，
只能靠南下劫掠这一条路。这个时候送公子车去北方，是否有些冒险？陛下三思啊！不如将公子车送去南军，或是留在京师附近的军中。就送北军。朕的儿子岂可畏战啊？那公子彻的身份是否要知会孟大将军一声？不便，无需照拂。朕倒要看看彻儿在军中到底是否能够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番天地。蔡超，臣在。备上好酒好菜带着，尔等此次随朕前行，就当是给这小子践行了。是。少爷，您真的要去参军啊？是啊。可是当兵好危险呢，少爷，您万一要是……哎呀，你就放心吧啊！本少爷哪有那么容易死的？你就乖乖的等着本少爷凯旋而归啊！是孟小姐。孟小姐来了，正好，我要跟她说一下不日便入伍的事情。收起来。孟小姐，几日不见，可曾想我？正经一点。没想到孟小姐还和这种偏僻地方的贱民有生意往来。哼，这是何人啊？为何和你同城？快见过胡儿殿下。胡儿，这个就是几年时间把大燕江山霍霍掉的废物。想不到啊，来大燕这么久，始皇帝没见到，倒是先见到这个蠢货。见过殿下，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这不是今儿的马车吗？他身后跟着的是谁？竟敢与他同城？孟大人是不是又怕你孟家的千金宝贝被人哄骗了呀？哎呀，香雪是孟小姐的朋友，孟大人无需焦虑啊！我怎么不记得静儿有什么可以跟他同城的异性朋友啊？大概也就公子彻可以，去看看便知。好。过些日子啊，我可能就要去。孟小姐这般千金，怎么会来这种简陋粗鄙之处？我这地方简陋，殿下又何必屈尊来此？大胆！作为一个平民，对我应当行跪拜之礼。现如今不仅不跪，还出言不逊。吾若当场杀了你，你也说不得什么。殿下息怒，他不懂礼法，小女代他向殿下赔罪，还请殿下恕罪。哼，孟小姐，像这种身份低微之人，怎么有值得你亲自前来的生意啊？以本皇子看，你一定是被这个歹人给骗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了！我得好好审一审。殿下明鉴，此人乃是发明屈原离与书帖演练之法之人，其与孟家的合作更是叔父亲自前来敲定的，绝非什么歹人。什么？这是他发明的？千真万确。这段时间，父皇天天夸耀这两个发明，甚至还不止一次用这个来敲打我，竟然是这个低贱的小子弄出来的。就算如此，那也是个低贱的乡野村夫，本皇子的身份比他高贵千万倍。无论如何，对大燕皇子不敬，罪不可恕，也得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动秦公子！叔父，您来了，您快劝劝殿下吧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们怎么会在此啊？父皇，父皇，坏了，这个蠢货
昨日说要出宫走走，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来了？以胡二殿下的性子，若是知道陛下在宫外还有一位皇子，怕是要不得安生了。殿下，你认错了，他不是你认识的父皇先生。孟少卿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不是父皇吗？蠢货，这么明显的暗示都看不懂吗？他只是跟宫里的父皇先生长得很像。殿下，您再仔细看看啊！看看。你们这是？殿下，这父皇这意思是不愿意暴露身份？怎么样，殿下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哎呀，确实是我认错人了，是我认错了。我是这庄子的主人，不知殿下为何在此处啊？我正好出宫走走，体察民情，路上恰巧碰到孟小姐，和她同行至此了。父皇说什么？他是这庄子的主人？难道是因为那个小子？中车府令、丞相、上卿、大言，朝堂上几乎最顶层的人物都来了。这小子只是发明了那2样东西，就能被如此看重？那不知殿下体察完了吗？殿下那么大的威风，我这乡野偏僻之处承受不住啊！我这我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原来殿下喊的是父皇啊，我还以为是父皇呢。父皇？嘿，哎，你别说，你这名字挺占人便宜的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今天人都来这么齐，啥事儿啊？公子，您去北方参军的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不日便可出发。哦？什么？你要去我爹手下参军？你先等会儿。哎呀，这么快啊？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？武长。武长？这么小？哎，算了，我也知道你的能力也只有这么有限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收拾收拾，明儿出发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好好的要去参军啊？我自然是为了天下百姓。北方匈奴为患，屡屡放我大燕边疆，我堂堂7尺男儿，生于天地之间，披甲执戈，保家卫国。可也太危险了。孟小姐，有你这般挂念，我就算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。你别胡说，什么战死沙场的，快呸！呸！行了，我们此次前来正好给你送行。蔡长官在，摆酒上菜。诺。等一下，我要跟他一起去北军。哎呀，我的静儿啊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是一个姑娘家去的地方吗？而且这一路山高水远，吃得消吗？我吃得消，而且我也好久没见爹爹了，我要去看看爹爹，难道还不行吗？孟大人，就让孟姑娘陪公子一起去吧，等到了之后和孟将军见一面，再回来便是了。这年轻人出去走走不是坏事，派一些人跟着，路上不会出事的。好吧，那你就送秦公子走一趟，到了军营见了你爹，赶快回来。好。
看来不久就能喝上孟小姐和少爷的喜酒了。嘿嘿嘿。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你为什么好好的要去参军啊？怎么，舍不得我吗？还要一路送我去北疆？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我就是想去看看爹爹。哼，那正好，我呀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爹，到时候你要帮我引荐一下，省得我去费力找他。你有东西要交给我爹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可能是彻底解决匈奴之患的东西。昨日一役，战敌100余，我方死伤30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匈奴便退去了。自从换了熟铁打造的兵甲之后，匈奴大仗不敢打，像这种小骚扰，隔三差五就来，烦不胜烦。他娘的，要是能冲进草原，把他们一举灭了就好。匈奴人都是马背上长大的，这进了草原就如鱼游大海呀，谈何容易呀！我大言将士守城有余，可一旦出兵追击，其数确实不如啊。哎，本将又会如何不知？这匈奴之患一日不除，大军就得死死地盯在这儿。报！将军，孟少卿来信。孟坚来信，该不会是我那宝贝闺女有什么事吧？哎。静儿那丫头跑到北疆来做甚？这是她该来的地方吗？将军的千金为何来此地？这是为何呀？哼，说是要送个刚入伍的小子，哼，本将倒是要好好看看，是哪个鳖孙害得老子宝贝闺女千里迢迢的跑一趟。于叔和胡儿最近在做什么呀？回陛下，公子于叔依旧与一般一样，还是读书学习，而公子胡儿最近似乎迷恋了微服出宫，在外还与人起了几次冲突啊，好在事情都没有闹大。还有就是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。是陛下，胡儿殿下最近时常往孟府跑，说是钦佩孟大将军为国戍边，还以此为由送了孟府上下许多东西。哼，拙劣！他若真是钦佩，为何不说去军中历练一番呢？大言的天下是陛下亲手打下来的，陛下自然看重在行伍中历练，只可惜宫中这2位皇子都悟不到这一点，反倒是公子彻主动提出。陛下，胡儿殿下最近时常向臣与李大人、孟大人询问公子彻的情况，似乎是起了不小的疑心，此事恐怕再也瞒不住了呀。无妨，彻儿若真能在军中收获军心，建立威望，那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便也无需再隐藏他的身份了。陛下是说要将公子彻接回宫，给他皇子的身份？陛下圣明。别激动得太早啊！军中只看能不能杀敌立功，想收获军心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是。算算日子，彻儿他们应该快到北疆了吧？回陛下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应该就在这几日。彻儿啊彻儿，孟博那个老小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你真的能够得到他的认可，得到大言将士们的认可吗？这里就是北疆，父亲和30万大军就是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与匈奴斗争的吗？是啊，大军也辛苦啊。
军费开销这么大，还是直接消灭匈奴，一劳永逸的好啊。说的简单，要是真能做到，30万大军何须时时刻刻都扎在这里？哎，所以我不就来了吗？这就是你说要交给爹的东西啊？究竟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我们庄子里打造的东西，里面有马鞍呀、马蹄呀，各种。静儿，哎呀，静儿，我的静儿，爹，静儿，我的静儿啊！哎呦，爹，哎呀，静儿可想死爹了，快给爹看看瘦了没有啊！爹，我都想死你了，你都好久没有回过家了，静儿都怕爹忘了静儿的模样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爹就是忘了全天下，那也不能忘了我的静儿啊！这小子就是你要送来入伍的啊！见过孟大将军。爹，他可是……我知道，你叔父在信中都说了。小子，你那2个发明，本将知道，尤其是那熟铁冶炼之法，对军中的意义重大。在这一点上，本将感谢你，认你是个人物。但你这样的人，不该来到军中。爹，你干嘛凶巴巴的呀？你不是说要有东西给我爹吗？你快拿出来啊！对，孟将军，少来这套。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，来这里混2年，镀个金，以后回去加官进爵更方便。孟将军，我并非……好了，看在你发明熟铁冶炼的份上，本将可以满足你。王烈，将军，让他去你麾下，在后勤队伍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当个伍长。是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本将会想办法给你2个小军功，就当感谢你的熟铁冶炼之法。哎呀，孟将军，我……另外，不管你有多么了不起，有多大的背景，都不许打我静儿的主意。孟将军，我不知我……你跟我来吧。你确定要到这负责锻造的地方来吗？就这儿吧。行啊，小子，你倒是挑了个好地方啊！这个地方连匈奴的影子都看不到，是个镀金的好地方。走啊！都停一下！王校尉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还带了个娃娃来了。这是你们的新伍长，都互相认识一下吧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大家好，我叫秦彻，希望我们以后呢能合作快。看来在军营当中啊，哪怕只是后勤，想要收获人心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哎，你这炼制的方法不对啊，温度还差一点。是你懂炼铁之法，还是我懂炼铁之法？哪家的小娃娃过来镀金的吧？可惜挑错地方了。我瞧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该去造饭的地方当个厨子吧。小子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就别指望我们会听你的。既然你是来镀金的，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，省得到时候场面难堪。这熟铁冶炼之法，首先要让炉内的温度保持到1200度到1300度之间，而且待生铁加热到半熔融状态时，要接着拿个铁具进行搅拌一下。你这个温度还差了一点。
啊，这确实不错呀，好像比老大练的还好。哎，你看，难道你也会熟铁冶炼之法？这冶炼之法就是我发明的。发明的是他呀！是他，真的假的？什么？会吧？你是那个青年才俊？大长脸啊，你所以是你懂铁炼之法，还是我懂啊？不信呢？是真的。好了，诸位啊，我来这里呢，并不是为了镀金，我来这里是要为大研军队做事，是来打匈奴的啊！只要诸位配合我，保准你们能拿下军功。我们不过就是负责锻造、维护将士们的武器装备，立什么功啊？就是啊，撑死了就是每年盘点的时候，上面给些奖赏嘛。是啊，对啊，对。来，走。啊？什么这是？来，看好了啊！这些就是能让我们锻造房立功的东西。这应该是马鞍，不过剩下这两个东西我从未见过，没见过，不知道。哎，你们只管照着这个打，打个几十副出来。这个倒是简单，打个几十副也用不了小半天。是不难，是。就这些东西能让我们立功？你们尽管打造就是，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。爹，你干嘛对秦彻那副态度啊？他的发明可是造福了天下百姓啊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爹是让他先待在安全的地方，还答应了有机会给他点军功嘛。这要是别的什么世家少爷，爹鸟都不会鸟他。可他说了，他来这不是为了镀金的，是真的要为大研解决匈奴之患的。解决匈奴之患，陛下都做不到，几十万大军都做不到，他为什么？他不一样。哎呀，好啦，静儿，爹承认他有才华，但这军中和外头他不一样。你信不信？那小子连后勤那几个小杂毛他都搞不定。他不会的。静儿，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我没有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爹不同意。为何？凭他的发明创造，足以要留名青史啊！哎，爹知道，但他毕竟只是平民出身，咱们孟家世代武勋，爹希望静儿以后的夫君是能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、军功赫赫的大英雄。报！将军，发现匈奴骑兵的消息了。有多少？在什么位置？回将军，大约100余骑，似乎是想从西边绕过防线。哼，又是群不死心的，想着看能不能钻空子。传令，让王丽派人去把他们解决掉。是。慢着，让王丽先过来。是。算这小子运气好，这一小股匈奴啊，随随便便就能解决掉。回头爹让他跟着一起出城，也算是小小立上一功了。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哼，危险，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军中的将士耻笑。将军，王丽，你派人去把那一小股匈奴解决掉。记着，给那小子派个几十号人，回头等打得差不多了，让他领着人在匈奴的屁股后面象征性的追一追，这军功就算他头上吧。行，反正像这种小功劳，其他将士也不屑。可以啊，大长脸啊，你们手艺都很棒啊，而且也很速度啊。孟大将军只知吉言，手艺不好，在这儿可混不下去。对。秦彻何在啊？啊，我是。就你啊！听着，王校尉有军令，让我带50个兄弟跟着你，一会儿去城外追击匈奴残兵。
你什么也不用做，就跟在我们后面跑就行了。哦，这是孟大将军给我送功劳来了。正好，骑兵3件套也打造好了。好，不过我先给这几十号兄弟啊整点新装备，就当见面礼了。王丽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哎，将军放心，区区100匈奴而已，我已命人往这个方向追赶了。待到此处，我便让那小子象征性的出去追一下。孟将军，这是又来镀金的富家公子了，希望那位公子不至于吓得从马上掉下去。既希望秦彻可以立下真正的军功，但又怕他有危险。哎，都怪这个坏小子，偏要来军队做什么呀？来了，驾撤！这小股匈奴骑兵只是试探性能否绕过而已，并无心恋战，被发现便会逃跑的。哎呀，真可惜！要是能追上他们的话，定能轻轻松松全歼了这些混蛋。哎，没办法，论骑术确实不如匈奴啊。等等，怎么好像距离在缩小啊？王丽，你这支小队安排的都是什么人？就是普通的骑兵而已，我临时调过的50余骑。这不可能！难道是匈奴受过重伤，跑不快了？不是匈奴慢了，是我们的骑兵快了。是秦彻，一定是秦彻想的办法，让大颜的骑兵变得更快了。不可能，他才刚来1天，这骑兵的速度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呢？依旧是我大颜的战马和骑兵，怎么会突然跑这么快？本将戍边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大颜的骑兵能够追上匈奴的骑兵。不好，快派兵去支援他们！匈奴一旦发现跑不掉，就会回头拼命。他们现在人数是劣势。是，打前人，让他们后撤。撤！匈奴果然回头拼命了，太鲁莽了！就算速度追得上，人数也是劣势啊。莫慌，他们现在的速度，匈奴追不上。只要指挥得当，便可反复拉扯匈奴，直到援军到达，便可将其全歼。可，他们好像没有后撤的意思呀。什么？他们疯了吗？50骑冲匈奴100骑，就算速度追得上，论马上作战也不如匈奴啊！何况人数还差了1倍。愚蠢！这他娘谁指挥的？孟静，没事吧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！就算援军现在抵达，他们已经碰在一起了。等等，他们好像在放箭，他们在马上骑射。这不可能！骑在马上，光是腾出一只手就已经十分勉强，怎么还能双手搭弓放箭？王校尉，你是怎么训练出如此精锐的队伍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临时随便调拨了50余骑而已。大颜50骑对冲匈奴100骑，全歼！秦将军，这马登和马鞍竟然如此有效，不敢想象，竟然有一天能追上匈奴的骑兵，甚至腾出双手来战斗，还不从马上摔落，神了！这在整个备军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功绩。孟将军不得狠狠地奖赏我们？大家都别忘了，这都是谁的功劳？秦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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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开选！秦彻，报告将军，校尉，此番出城50骑，全歼匈奴100余骑，无人受伤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 50余骑零伤亡，全歼100骑，难以想象啊！很好，尔等当记大功，是谁指挥的？快说说是如何做到的？报告将军，我等能做到这些的，全是因为秦彻。
什么？不是交代过了吗？像这种小功劳让让也就罢了，这等前所未有的大功劳就不能让了呀！不，小伟，我等并未让功，此一功劳不在我等，在秦彻。功在秦彻，功在秦彻，功在秦彻，功在秦彻。谢孟将军给机会。幸不辱使命。竟然靠着这几个小装备，就能让大燕骑兵的速度提升一截，还能腾出双手作战。这东西也是你发明的？那是自然。太好了，从此我大燕骑兵不再落于匈奴了。若匈奴再敢来犯，就不只是驱赶那么简单了，我们可以翻手打回去啊！我以为此人能发明出炼制熟铁之法，便已经是天纵奇才，没想到他竟然还能发明出这种直接改变战争格局的东西，进而这么相信他，不是没有道理。秦公子，本将先前对你的看法和态度郑重道歉。第一次见孟将军竟然会对一个晚辈认错。哎呀，孟将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咱们大家都是为了大燕的百姓啊！对，好一个为大燕百姓！孟将军，王校尉，这些装备啊，咱们还得尽快的打造，尽快的给咱们北军给装备上，不然只要见过一次，定能回去复制8、9不离10啊！怪不得你们今天要将那队马队全歼啊！这要是跑了1、2个，那这马镫、马恩的妙处，不就被他们知道了吗？对呀，传令，全军所有工匠轮流倒班，歇人不歇炉，全力打造这马鞍、马镫、马蹄铁。诺。秦彻，此番你立了大功，这几样东西的价值远超数10万大军。本将现在任命你为军侯，统领整个北军的后勤生产锻造事宜。定不辱使命。孟将军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哦，但说无妨。我想让将军修书一封，以大燕北军大将军的身份，向陛下讨要一些东西。算算路上时间，车儿到北境应该已经月余了吧？回陛下，差不多1个半月了。也不知车儿在北境怎样。公子彻天资聪颖，在那军中定会表现不凡呐！军中不比外面，他那点聪明才智在军中并非有用。是，朕对他的期望不高。他能在1年时间内安安稳稳地做好一个武长，就算不错了。后续再寻找机会，慢慢积累军功，一点点升职。做个3、5年之后，若是能当个军侯，便值得夸奖。陛下，公子彻年纪尚轻，以他的才能，3年做到军侯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陛下，陛下！景儿从北方回来，带回穆将军的军函，里面提到了公子彻的情况。这才多久啊？彻儿有什么情况值得一提啊？孟坚，你该不会是将彻儿的身份透露给孟伯了吧？臣不敢，景儿和孟将军绝对不知道公子彻的真实身份。莫非公子彻冲撞了孟将军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哼，难说。这小子时常没大没小的。陛下您冷静，公子彻毕竟年轻，而且从未入过行伍，犯些错误也是情有可原啊。彻儿刚到北京，第1天便立功升为军侯。哎呀，陛下，来日方长，公子他一定会
君侯1天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王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伪造军函，还编造的如此离谱！陛下明察，臣万万不敢，这的确是北军的军函啊！你当真是傻子吗？1天时间，他竟然从武长做到了军侯，难道他砍了匈奴王不成？陛下，这确实是真的军函啊！确实是真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是孟将军搞错了？不，里面说彻儿发明了马镫、马蹄铁的东西，马镫、还改良了马鞍，令大颜的骑兵从此以后不弱于匈奴，还以50骑对抗匈奴100骑。孟坚，不是少爷到了第1天就上战场了，有没有受伤？这写里写没写啊？50骑对抗100骑，零伤亡啊！不，全歼对方。陛下，就那么几个东西，有如此大的威力啊！陛下，今儿还说孟将军大为欣喜，直言或许从此以后，大颜和匈奴攻守之势一也。攻守之势一也，攻守之势一也。好，真的好彻儿啊！这是又给他父皇一个大大的惊喜呀！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公子彻不仅擅长发明创造，在治国之上，那更是胜过李相啊！如今在军队中也表现优异，实乃我大颜之幸啊！有此龙子，我大颜江山永固。好，好，好！朕原本以为彻儿到北军需要经历个3年5载才能有所成就，如今看来，这时间比朕想象的还要快啊！好，这孟博在军函中说，要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硝石、硫酸和木炭，攻击北军。还说这是彻儿啊，这是要做什么？那硝石、硫磺都是炼丹炼药的材料，难道说公子彻要在军中炼制丹药，来医治受伤的将士？他竟然还会炼制丹药？这怕了。既然是彻儿的要求，便依他。蔡超，臣在。你同李廷成一起去办这件事儿，越快越好。是，臣领命。殿下，近来陛下在小书房中议事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可是从来没叫过您呢。还有您老师蔡大人，好像对您也是日渐疏远。那又能怎么样？父皇一定有他的考量，而且大皇子也同样未参与议政啊。殿下糊涂啊！陛下现在最关心的是北方战事，北军连战连捷，孟博的地位越来越高，而孟博和谁的关系更亲近啊？大皇子于说，堂兄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殿下，北军之所以连战连捷，是因为军中出现了一个奇人，只要除掉此人，对孟家、对北军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！什么？一个人居然能对30万大军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？没错，他的发明令大颜的骑兵甚至超过了匈奴的铁骑，还有熟铁演练法也是他发明的。殿下明鉴，此人乃是发明屈原礼与熟铁演练之法的人。我看谁敢动秦公子！
他。看来殿下见过此人了。对，而且父皇带着蔡大人、李大人、孟大人一同出宫去找他。殿下，由此可见此人之重要啊！只要除掉此子，如断孟家一臂啊！那我该怎么办？堂兄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啊！殿下莫慌，既然此人在军中，那我们借军中之人做些手脚，借匈奴的手斩杀此子。对，杀了他，一定要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哎呀，秦彻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火药？你让孟将军收集硝石、硫磺什么的，就是为了做这个？不错，这么小一个东西啊，里面加些碎铁片，足以炸伤半径10丈左右的敌人。10丈？10丈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？我不信。你个野猪，拼不了细糠的玩意儿！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在你10丈之内爆炸，不说要你命，也要让你缺胳膊断腿。当真这么厉害啊？这是什么法术不成吗？哎呀！报！王校尉，探子侦查到10里外有200余骑匈奴，鬼鬼祟祟的在游走，不知道在做些什么。这些匈奴真是烦不胜烦！传令，调拨500骑出城，速速将其歼灭。去！是。来，回来！记住，一定要全歼，不能让他们跑回去。是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带些人跟你一块儿去，正好让你开开眼界。这，好吧，注意安全，走。殿下盯上的那个人要出城迎战了，你速速去通知匈奴大军前来埋伏。是。将军，又有小股匈奴骑兵前来骚扰。大约200余骑，大概是上次那100余骑被全歼之后，想来打探虚实。现在马镫等物还未装备全军，你尽量不要让他们逃回去了。属下已经叮嘱过了。另外，秦君侯带了几十骑也出城追击去了，说是要展示一下他新发明的火药。火药是何物啊？属下也不知，只知道是普通陶罐大小。秦君侯却说能杀伤半径10丈的敌人。好，陶罐大小，杀伤10丈，哼！全天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？想要这么大范围的杀伤，只有投石炮投出的巨石。是啊，属下也觉得颇为离奇呀。若真有这种东西，再加上马镫之物，那荡平草原岂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报！将军，城外20里发现匈奴大军埋伏，粗略估算约2000余骑。我们出城追击的队伍冲着那里去了。什么？自从装备熟铁冶炼的兵甲之后，匈奴就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聚集了。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。王立，你亲率已装备的马镫、马鞍的3000骑兵出城支援，快！是。将军，匈奴大军埋伏的位置太远，秦君侯那500骑怕是救不回来了。秦彻，你才给大军带来那么大的惊喜，难道就要战死沙场了吗？哎！距离匈奴大军还有多远？大约还有5、6里地。咱们派出的500骑怕是救不回来了。是啊，哪怕装备了马鞍马镫，可是500骑对2000骑也是毫无胜算。可惜了，秦君侯少年英杰，竟早早的牺牲了。打旗号，加速，全军进行军，快！
这是什么动静？怎么回事？雷鸣！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哟，老王来的倒挺快啊！这是，哈，这就是火药。这简直是神仙手段啊！这些陶罐怎么会爆炸？这是什么法术？这是有仙人相助了吗？仙人个屁呀！匈奴都要跑了，赶紧去追呀！哦，对，大旗号，追击残军匈奴，快走！撤！那500骑怕是凶多吉少了，可惜了秦君侯少年英才呀！将军，王烈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总有一天我们要杀进草原，把那些匈奴屠个干净，为秦君侯报仇。不是，将军，秦君侯还没死呀。当真？秦君侯竟然活了下来！不仅活下来了，500人把2000人打的是人仰马翻呐！王烈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屁话？500骑对阵2000骑，哪怕是装备了马鞍、马镫等物，也绝无可能。属下没有胡言，句句属实啊，将军。秦君侯发明的火药声若雷鸣，能发出冲天火光，把那匈奴人炸的是肝胆俱裂，溃不成军呐！那火药竟有如此威力，千真万确。那秦君侯就像是天神下凡，能掌控雷电和烈焰。您是不知道啊，吓得匈奴大军中甚至有人当即跪地求饶，还以为是遭了天谴呢。这就是火药，这么小的东西，真有那么大的威力？咋的？那我给你试一个。不是，威力我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分虚假。如果在这儿炸了，那整个营帐都会被掀飞的呀！秦君侯，今日你又立了个大功啊！经此一役，你的名号怕是要传遍整个北军吧？哎，都是同胞，说那个对吧？原以为只是个来镀金的子弟，没想到竟然给北军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。500骑对2000骑，难以想象呢！这火药的发明意义太过于重大，本将不敢随意定夺你的功劳，必须上呈陛下才好决定。你得多等待一些时日了。启禀陛下，有北军来的军函。哦，又有何事？嘿，陛下，该不会是公子车又立了什么新功吧？真当那军功是大白菜呀！公子车的确立了大功，功劳之大，该如何奖赏孟将军都无法定，所以才上呈陛下。啊，不是什么军功，就连孟博这个镇北大将军他都定夺不了。火药声若雷鸣，火光冲天，方圆10丈之内，非死即惨。啊，不是，依陛下所言，莫非是天上落雷？
彻儿所发明的东西。什么？公子彻竟然发明出如此神仙般手段的东西来？韩中还说，凭借此物，以500骑将匈奴2000骑打得溃不成军。这太过匪夷所思了，让朕如何相信啊？哎，陛下，该不会是匈奴遭到了落雷天谴，被误认为是公子彻所发明之物的威力了吧？确有可能。陛下，孟将军此次随军韩，还送来了一支火药，说陛下一试便知。幸好大哥想得周到，不然光凭军函上的描述，这谁敢相信呀？这么小，此物该如何使用啊？用火折子点燃陶罐上的引信，远远抛出去便可。父皇，他在此做甚？摘这些稻草人做什么？不管了，许久没和父皇私下里说说话了，赶紧先去打个招呼。父皇！父皇今日好兴致啊！与老师和孟大人在宫中一起散心，怎么不叫孩儿一起呀？孩儿好帮您捶捶腿、揉揉肩呐！父皇，殿下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啊！竟有如此大的威力！哎呀，神明显灵，一定是神明显灵了呀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有人要行刺本皇子，进去！御医！胡儿刚才距离那火药有14、15丈远，竟也被掀翻。行了，不就是摔了一跤，破了点皮儿吗？冒冒失失，还有半分皇子的样子吗？父皇竟然不问我有没有受伤，还有这副态度对我。相比于彻儿，胡儿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彻儿说的没错，若真是让这种人继位，大言怕是真的完了。蔡少，臣在。带他去找御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诺。哎呦，公子快起来！父皇，这不明摆着有人在宫中要谋害孩儿吗？你都不管吗？蠢货，眼光比盘子还浅。这些年，你可也为大言做过半分功绩，有何谋害的价值？蔡少，赶快给他带走！是，快走！殿下走吧，殿下。走了。每当朕以为彻儿不能再做得更好的时候，他却总会再给朕出乎意料的惊喜。这火药足以改变天下格局。陛下，先前公子彻所讨要的硫磺、硝石等，就是为了制造这火药。依公子彻所言，这火药造价并不昂贵，完全可以大批量的生产。大批量生产？那再加上马镫等物，岂不是说，依孟将军所言，或可永绝匈奴之患？永绝匈奴之患！没错，陛下。孟将军说，马镫之物已经全军装备，火药也在大规模的生产。公子彻还改造了军弩，称之为神臂弩，威力更大，操作更简单。现在我北军铁骑已远胜匈奴，永绝匈奴之患！永绝匈奴之患！匈奴为患多年，我大言不得不增加更多的人力、财力，
驻扎大军，修建长城，负担极重。没想到啊，朕在有生之年，竟然能看到永绝匈奴之患。请陛下下诏。好，封孟博为征北大将军，北军改为征北军，不日开拔，永绝匈奴之患。封钱彻为校尉，统兵2000。陛下圣明。等彻儿回来后，朕要昭告天下，他是朕的儿子，他也将会是大燕的太子。哎呀，轻点，你这个蠢货呀！信不信本王杀了你啊！殿下，计划失败了。那个人不仅没死，反而又立了一个大功，发明了一种叫火药的爆炸物，威力巨大。有这小子在，孟家的势力怕是越来越大呀！原来是那个小子，就是他，害得本皇子这么狼狈。殿下，在军中下手怕是没有机会了，只能等那小子何时要回京城，我们再伺机而动了。只要能除掉他，就如同断孟家一臂。无论用任何方法，我要让他死，让他死！你就是匈奴王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大燕的士兵怎么能杀入我草原王庭？大燕的骑兵怎么可能比得我草原儿郎？白痴，时代变了。我不信，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，哪有什么时代？哪来的什么时代？我不信！我就是时代！清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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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秦将军好！我王立好歹也是出身武勋世家，在北军待了近10年，更是你之前军中最年轻的校尉。可如今跟你站在一起，我就像个透明人似的。老王啊，你也不要妄自菲薄。再说，没有你这绿叶，怎么衬得出我这红花呢？你们来了。孟将军，秦彻啊，秦彻，本将真是想不到，你的到来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。直到今天，本将仿佛跟做梦一般。是啊，这谁能想到，拖累我们这么多年的匈奴，不到1年的时间灰飞烟灭了。而且啊，大燕的版图扩大了许多呀。哎，这才哪跟哪儿啊！以后啊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大燕。好了，本将还得待在北疆收尾，你们早点上路吧。秦彻这军功，等你们回到京城后，让陛下亲自给你册封。孟将军告辞。那个，回去之后，帮我多照看点静儿。嗯？你发明了马镫、火药，
神臂弩又是第一个踏破匈奴王庭、斩首匈奴王的，这功劳恐怕陛下是直接给你封个侯了吧？哼，功名于我如浮云，只不过都是为了全天下百姓。等扶持老爹上皇位，我就是太子了，还要啥爵位？你要是封了侯，那就是大燕历史上最年轻的侯爵了。这一脚踏进了世家权贵啊！唉，匈奴啊，是大燕的外患，世家权贵才是大燕的内忧。世家权贵怎么了？嗨，你不懂。等回去之后啊，我就要处理朝堂上世家权贵的问题，有的忙喽。啊？为什么要让你处理啊？哎，还不都是为了我那不争气的老爹啊？我不解决，难道之后等着他解决吗？你爹？侧射！上！竟如此果决，哪里来的死士？为何冲着我们来？他不是冲我们来的，而是冲着孟将军来的。哦，也是，你是孟将军手下，此番又立大功，将来必定是加官进爵呀！杀了你，对孟将军也是一种巨大打击呀！嗨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世家权贵是大燕的内忧。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都用来扩大自己手中的权贵，根本不会想着为天下的百姓去做事。好大的胆子！竟然有人敢在路上行刺凯旋归来的大燕将领！啊！陛下，那公子彻没事吧？没事，刺客见行刺不成，当场自尽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啊！如此决绝，这是哪家养的死士吧？彻儿的身份还未暴露，这次刺杀应当是冲着孟家去的。平定匈奴，孟伯立大功，定是有人担心破了朝堂上的平衡，故行此手段。一些尸位素残的败类，只会不择手段打压政敌，根本没人管这天下怎样。陛下，要不派禁军前去接应公子彻他们？不必。彻儿和王丽兵分两路，为辅抄小路，分别回了京城。传孟坚前来。齐伯，小蝶，少爷我回来啦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！哎，怎么这么想少爷呀？要不少爷今天晚上赏你，给我暖被窝？哼，少爷一回来就使坏。少爷，啊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你今天晚上怎么自己回来了？听说你在北方立了大功，我还以为你会光荣凯旋呢。哎呀，别提这个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让人送回来的信件，收到了没有？啊，您稍等啊。哎，少爷，你看，这就是按照你信里说的那些材料，和那个法子，经过几次尝试，终于做成了又好又便宜的纸。少爷，你这是又要做卖纸的生意了吗？生意啊，不，这是颠覆世家权贵的武器。又失败了，那小子怎么还没死？照这样下去，还有谁能镇压住孟家跟那小子啊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在朝堂上想办法了。朝堂？没错，朝堂上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世家权贵是站在我们这边。只要在朝堂上施加点压力，定能让那小子跟孟家不好过。可是
父皇似乎很支持孟家呀。陛下呢，是不可能靠一个人治理整个大燕的，他终究要依靠这些世家权贵。只要朝堂在，世家权贵就不会倒；只要世家权贵还在，那整个大燕终究还是殿下您的呀。哼！这一群混蛋越发嚣张，竟敢在朝堂上顶撞朕！陛下，那秦彻出身贫贱，且尚不及20岁，万不可封侯拜将。大燕从未有如此先例。陛下，孟大将军贸然出兵，这般冒取实不可取，稍有闪失，便是将大燕置于万劫不复之地。臣以为应当撤了他的大将军职。臣附议，身为将军，为国征战本就是分内之事。臣以为，无论是孟将军还是那秦彻，都还不到论功行赏的时候。这些人担心灭兄之功令孟家势大，自然会极力打压。陛下明鉴，我孟家一心为国，绝没有别的想法。朕以为，大燕最大的敌人是匈奴，灭了匈奴，朕才越来越清楚，大燕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，而在这朝堂之上，就在这群京城世家当中。匈奴可灭，世家难除啊！陛下，那昭告公子彻身份之事，请陛下三思。若此时公布，必然会引起那些世家权贵更猛烈的攻击。孟坚，给彻儿安排新宅了吗？回陛下，昨晚已连夜将公子彻接回城中的新宅之中。离孟府不远，臣已安排了孟宅的卫兵保卫公子彻的安全。住在城中，总会安全些。李丁成、蔡超，臣在。你二人带朕去看看他，探探他对于封赏一事的口风。是。哎呦，轻点啊，千万别磕坏了。哎，花盆也要小心点啊，别打碎了哦。少爷，我们来给你道喜了。哎呀，哎呦喂！来，恭喜少爷，获陛下赏赐。这大宅子呀，真是气派呀！哎呀，这陛下呀，比我亲爹对我都好啊！你看我回来这么久了，我连我亲爹的影儿都没有见到啊！哎呀，这毕竟北方有这么大的事情，秦老爷他得到处打点吧。是啊，这回在北方立下如此大功，想必不久便会封侯拜相啊！到时可别忘了多多提携我们呢。这哪有这么容易的呀？啊，顶多呀赏一些钱财，哎，升个小职就不错了。哎，你看朝廷上面这么多的世家权贵，又怎可看到一个孟家势大？又怎可看到我一个草民变成一个贵族呢？公子不愧是公子，看得如此通透。哎呀，公子切莫因此与陛下产生芥蒂，这朝堂之上，实在是阻力太大。是啊，公子，世家权贵自古有之，这也没办法啊。谁说没有的？有的。哎呀，公子莫要说笑了。自古以来，世家权贵便是朝堂的一部分嘛，怎么能说除掉便能除掉呢？是啊，公子还是小瞧了世家权贵的能量啊。不过也难怪，毕竟公子啊，从来没有接触过朝堂啊。是。那公子好生休息，我俩还有要事要忙，先行告辞了。先行告辞啊。不送啊。哎。
目光短浅哟。这世家根基啊，在垄断知识，从而垄断官位。只要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，自然就会动摇世家根基。哼，少爷，我给几家售卖纸笔的商家送了样品，您做的纸张品质更好，成本更低，一定畅销啊！好，启博，你告诉他们，我要纸张卖到现金5倍的价格啊！5倍？少爷，您不是说这造纸术不是为赚钱吗？哎呀，我不赚穷人的钱，这纸张的生意都是那些世家权贵在，他们害少爷我的封赏没了，我不得在他们身上收点利息吗？少爷这是想坑权贵。只是咱们的纸虽好，但也没好到5倍的价格呀。这权贵会买吗？山人自有妙计。还是堂兄有手段啊！不管是孟家还是那小子，到最后都没有捞到太大的封赏。意料之中罢了。陛下呢，是不可能不顾虑这些世家们的意志的。我听说那个叫秦彻的小子，正在满大街的推销他做的纸张呢。商人终究是商人，下贱。我已经叮嘱了所有做纸张生意的世家，包括自家的商行，都不会进他一张纸。他敢把纸张卖那么贵，我就让他一张都卖不出去。好，大人不好了！京城的纸张这几天忽然卖断了货，朱家的商行已经在偷偷的从那个秦彻那儿进货了。怎么可能啊？这纸张的需求向来不高，怎么会卖断货的呢？这段时间，坊间出现了一部叫做《西游记》的传说故事，人们看入了迷，纷纷要买纸誊抄。一时间，整个京城的纸价飞涨，如今价格已经翻了10倍有余啊！一部传说故事怎么会如此夸张呢？一点也不夸张啊，大人！朱家的商行这2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咱家要是再不跟上，这钱恐怕都要让他们给赚完了呀！堂兄，你赶快想办法制止啊！可千万别让那小子赚钱啊！怎么制止啊？这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！通知下去，让咱们的商行也去进货，他有多少进多少，不用考虑价格。是，快去！少爷，你算的没错，就连皇室宗亲背景的商行都来找咱们购买纸张了。意料之中罢了。怎么样？咱们的货卖了多少啊？哎呀，几乎都卖空了。我涨了2成价，也都卖空了，一个个都跟疯了似的，就怕抢不到的。少爷，你先跟我说说，那孙猴子被如来抓住之后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人家晚上都睡不着了。想知道啊？可想了，现在整个京城的人都在讨论呢，所有人都想知道。好，那就打明儿起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《西游记》断更了。断更？为何呀？这一断更，那纸就不好卖了呀。齐伯，赚钱脑子都转昏了吧？还记得一开始本少要跟你说的什么吗？对，让百姓用上更便宜的纸。原来如此。这《西游记》一断更，这纸就不好卖了。那些世家的商行不可能任由那么多纸烂在库房里，他必然要降价甩卖。没错啊，少爷，你真的不写了吗？我好想知道后面到底怎么样了。晚上来我被窝，我偷偷告诉你哦。少爷讨厌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不，孟小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不正经，这么晚叫人把我喊过来做甚啊？从明天开始，囤在你家商行的纸张开始低价倾销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最低价。来，干杯！干！
这一波纸张价格疯涨，好歹是让咱们赶上了。我可是囤了12万两银子的货呀，不知诸位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还是你们下手快呀！我只囤到了7万两，恐怕呀赚不了许多喽。哎，这就得怨秦大人了。要不是他叮嘱逼近那小子的货，怎么会进货慢了呢？哎呀，我也没想到这纸张的价格会如此疯涨。我在这儿呢，自罚一杯，给大家赔个不是。不妨。反正啊，现在整个京城所有的纸张都在咱们手里，那还怕赚不着钱吗？来喝酒，来，喝，不好了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不好了，纸价崩盘了。价格是原来的1%都没有。什么？这纸张的价格一直在疯涨，怎么会突然间崩盘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之前写《西游记》的那个人说，这本书不写了，人们不再腾抄，这纸自然也就卖不出去了。糟了，我可是囤了12万两银子的货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脱手。来人，降价出售！你不能降价，你要降，大家就都完了呀！不降，我还能怎么办？难道我要眼睁睁的看着我那12万两银子的货烂在库房里吗？哼！传令下去，所有纸张5折出售。3折，我们家3折，赶紧出手！哎呀，快走！是大人，完了，全都完了呀！秦彻，是你逼我的。少爷，纸价果然崩盘了，现在已经低到比我们成本还低了。好，静儿，快去外面收纸，就这个价格，有多少就收多少回来。你又全部收回来干什么？印刷，齐伯，雕版都刻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只要纸张一到，立刻就可以印刷了。好，印刷是什么？廉价的纸张再加上印刷术，就能让全天下的知识冲破世家的垄断。你要印什么？法家典籍、农耕之法、锻造之术？不是造纸术和印刷术，这2样技术就是斩破世家根基的一把利剑，而我要将其公之于天下。北方的事情终于算是基本理顺了。陛下如此勤勉，实乃我大人之幸啊。车儿已经回来好多天了，都没有时间去看他。想必他对封赏之事一定颇有怨言吧？陛下多虑了。公子彻如此聪慧，自然看得出那些都是世家权贵们阻挠，绝非陛下本意呀。世家之极早已累积1000年，岂是一朝一夕可以动摇的？罢了，随朕出宫去看看他吧。陛下，这是要告知公子彻真实身份了？是时候该告诉他了，也好让彻儿心里先有个底。不过昭告天下之事，还需等上一等。朝堂之上，还要与世家周旋一番呢。陛下，孟大人，何事如此欣喜啊？陛下最近忙于政务，定不知道京城发生了天大的事啊！再大的事儿，还能比北方的事儿大吗？就是。从某种角度讲，当真不逊于平定匈奴。陛下您看，这种纸张头一回见，竟然比宫中的还要好上几分。陛下，你再看看里面。竟然有成本如此低廉的造纸之术，还有效率胜过腾超千百倍的印刷之术。有了这两种技术，天下百姓皆可读书学习了。
据公子彻所言，这2项技术便是斩向世家根基的2柄利剑。你是说，这也是彻儿弄出来的啊？哎呀！哎，慢走啊，客官。这文字真是哎，陛下，万万没想到啊！彻儿刚从北方回来没几日，竟然又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是啊，陛下，真不敢想象，这有朝一日，全城最普通的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纸张。是啊，陛下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大言势必将涌现出无数才学渊博之辈，朝堂之上再无需只依靠世家权贵了。这般了不起的技术，彻儿竟能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。要不了多久，大爷人人能识字，人人有才学，还何惧世家权贵呀？走，去找彻儿。老爷，老爷您可来了。彻儿呢？朕有事要跟他说。老爷，少爷一大早就往城郊的庄子去了。请。秦兄，这就是你之前住的地方吗？怎么像是个公房似的？差不多吧，这里啊，就是我发家的地方。哎，对啊，拜托你件事儿。你说。你调些兵马过来，然后把从北疆跟我们一起回来的那帮兄弟都叫上。你调兵马做什么？我怕呀，有人狗急跳墙。但私调兵马可是重罪呀。你就说帮不帮我这个忙吧。忙。既然你都开口了，这北军谁敢不给你这个面子？就连陛下都欠你人情啊。秦城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本皇子早跟你说不要去买那小子的纸，现在被人家白白算计。许多世家告状都告到我这儿了，不知多少钱被丢进了水里呀！殿下，现在还是计较那些钱财的时候吗？世家的根基都快被那小子给挖没了。什么？这么严重啊？那小子好恶毒的手段，照这样下去，不出20年，朝堂上的世家就会变成无根之水，到时候没人支持你继位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殊死一搏。调集禁军，踏平前撤的郊外的庄子，在京城内搜集所有的书册。可是，只有父皇才能调集禁军。你不是皇子吗？你不是想当太子吗？那你就是未来的大燕皇帝啊！怎么调不了禁军啊？你要是再优柔寡断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我没有兵符啊！没有我们可以造啊！造？连你老师都不管你了，你还想依靠谁呀？这次你要不狠下心来，这辈子没机会当太子了。好，我干。这写的真有意思啊！我看看你的，都上瘾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陛下有令，这庄子内违法制造、传播禁书，所有人交出禁书，束手就擒。我乃大言北军校尉秦彻，是谁敢胡乱造谣啊？他可是大名鼎鼎的秦校尉啊！我听北方回来的兄弟说了，秦校尉的功劳足以封个大将军，可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封赏。为何我们要对着秦校尉？秦彻，你身为大燕的将领，却做出违法乱纪之事，你要造反吗？哼，空口白牙，凭什么说我造反？就凭本皇子说的。吾乃大燕皇子，此人在军中勾结匈奴，传播禁书，已是死罪。
本皇子亲征讨贼，所有人全部退下。秦先生他发明了屈原礼、收天冶炼法，是他让我们吃饱了饭，他不可能是什么罪人。就是啊，不可能。若不是秦先生平定了匈奴，我的丈夫和孩儿现在还在北方服劳役修长城。说的没错呀，秦先生就是我家的大恩人。秦先生现在又改良造纸术，发明印刷术，是他让我们普通人都能看上书册。他分明是大燕的大英雄。对，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反了，都反了，都给本皇子杀光，将这些逆反之贼全部杀光，快呀！谁敢屠我大燕百姓？皇帝，他胆！看看本皇子是谁？抱歉，太远了，本校尉看不清楚。本校尉只看到为大燕立下汗马功劳的北军校尉秦彻被不明军马所困。王立，大燕的禁军你敢不认？胡二殿下你敢不认吗？哼！问问我身后的将士们，他们是认你们，还是认秦校尉？秦彻！是北军的兄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我们禁军怎么和北军对峙起来了？这是不是弄错了？胡二殿下，本校尉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就算是皇子，也无权调动禁军吧？谁说殿下没有权利的？陛下的诏书在此。诏书这陛下诏书，快先跪下！你什么时候？闭嘴！事情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把事做绝。陛下诏书怎么可能？王立，诏书在这儿，陛下命我等前来捉拿此子。你们要抗旨吗？有陛下诏书在此，我等自当听令。可是陛下为何要对秦校尉动手啊？不知道，咱们不能违抗军令。王立，还有所有北军将士们，陛下的诏书在此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胆敢违抗，那便是死罪！你们胆敢违抗，那便是死罪！好，快把这小子给我杀了，踏平这个庄子！好，你胡二跟诏书过不去了是吗？啊，不是假诏就是伪造，随便举一块破布就是诏书了吗？哼，大胆！这就是父皇的诏书，你凭什么说是假的？秦彻，胡二殿下贵为大燕的皇子，他的诏书是假的，难不成你有真的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快去把他杀了，把那些书册全部烧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所有禁军听令，陛下的诏书在此，没有半点虚假，速速拿下此子！胆敢违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是吗？陛下，父皇。哎呀，爹，你这种时候你冒出来干什么？你不看个场合呀你！这儿，今日便让你重新认识一下为父。什么出息呀？这让你装呀！少爷，你就相信老爷啊！朕立于此，何人敢上前？参见陛下！参见陛下！啊！没错，咱们的老爷便是当今的皇帝，这普天之下的第一人。而公子你，不，殿下你便是大燕的皇子啊！那我一直在劝始皇帝做自己的反。父皇，
错了，父皇，孩儿也是一时糊涂，父皇，都是秦朝蛊惑孩儿的，父皇。终究还是我输了呀！我的好伯父，我在下面等着你呀！父皇，孩儿错了，父皇原谅孩儿吧，父皇，孩儿以后一定听话，再给孩儿一次机会吧，父皇，再一次机会。太让父皇失望了。来人，是将胡儿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父皇，为什么？就为了那个小子吗？父皇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，父皇，你不认我了吗？啊？那朕今日就昭告天下，秦彻乃朕的子嗣，是朕流落在宫外的皇子，同样是大燕的皇子，同样拥有大燕储君的资格。见过彻皇子，见过彻皇子，见过彻皇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皇子彻，秉德明睿，文武兼资，功昭于天，德备于下，致屈原之礼，以旧耕之器，省力备耕，利百姓农耕。革炼铁之法，以青铜之盾，坚甲利刃，强大燕兵马，率北军之兵，靖边疆之患，扫学黎庭，安天下山河，创新植之方，以竹简之众，价廉物易，惠天下学子，创印刷之术，以手抄之繁，千卷同文，开万民治时，立嗣以贤，国之大本。皇子彻上承天意，下顺民心，德才兼备，堪成大统。今告天地宗庙，立皇子彻为大燕太子，总领东宫诸事，辅理朝政，布告天下，贤使之文。老天，你真是的，整这出你早点告诉我呀！早点告诉你，你还能拿出那么多好东西来吗？诸位，朕今日立皇子彻为大燕太子，令所谓正家而天下定，大将军孟博国之柱石，其女孟氏敬真敬贤淑，朕今赐婚太子彻与孟敬，册孟敬为太子妃，则即日成婚。谢陛下。你看看，我就说，咱是一家人吧。正经的坏东西！恭贺陛下！恭贺太子！恭贺太子妃！这儿，如今身为大燕太子了，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能给朕看看的？哎呀，老爹，你要早说你就是祖龙的话，我早拿出来了。哼哼，这是何物？世界地图。